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局宣布，今仔暗时5点半会发布中度风台卡路的陆上风台警报，愈暗北部的风雨会愈大，明仔载雨愈大。副总统赖清德8月12日会出发去巴拉圭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18回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下晡会对日本回国。桃园龙潭的陆军航特指挥部风声有现役甲退役军官计中6个人涉嫌泄密和中共，一个姓郑的中校已经被羁押。新闻来看，中度风台卡路愈来愈接近台湾。气象局宣布，今仔暗时5点半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愈暗北部风雨会愈大，明仔载雨会阁落愈大。明仔载暗时开始，西南风增强，所以中南部风雨嘛真大哦。北部敢会放风台假，就要阁继续观察风台的发展。台北市大稻埕码头当咧无闲，因为风台卡路，结果放伫码头的货柜便所大头拢爱搬走。风台当咧距离台湾500公里的东北东海面上，初三、初四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提醒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沿海、嘉南苏绿岛可能会有9级到10级的强阵风。估计初三暗头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在今天，台风逐渐的通过这个琉球北方的这个海域，那明天呢会持续的接近到台湾，所以到明天深夜呢，大致上会来到距离我们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了。可能在明天就是白天就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的这个本岛的陆地。那一开始会受到这个陆上的警戒的影响的范围，大致可能会在整个北海岸东北角的这一带。即阵当咧满潮期间，大稻埕码头的引桥也互大水引起。气象局表示，目前雨水较集中伫北部地区，愈晚雨愈大。中南部初三开始风雨变大，风台的雨水加上满潮，尤其伫中南部爱防范可能做大水。从周四的晚间开始，就会在逐渐的累积哦，尤其山区的部分，它开始的时间比较长。那其实，在周五这个时间点呢，整体的西南风的强度也都是比较强的，也带来比较多的水汽。明显降雨的时间点大致就是落在周四的晚间，一直到周五一整天，甚至可能会后续延续到周六。初三台湾北部，尤其北海岸，估计风雨会增高。北台湾县市初三敢有可能放风台假？台北市长周万安甲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会看台北、新北、基隆、桃园的预报资料，可能市民通勤的安全性才做决定。关这详细的县市会做同款的决定。记者郭天师台北报道。来看宜兰的头城哦，早起出现长影，今仔多好是满楼，南方的渔港水嘛拢涨起来，码头嘛拢互海水淹掉。伫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哦，下晡4点开始就先关起来咯。往来绿岛甲红头树的船，今仔下晡开始到初四嘛拢先暂停。大影一阵拍在岸边，伫咧看到风台瓦群钓，宜兰的头城乌石港已经出现一阵的长景。海巡人员也伫咧岸边开始巡。有游客出一岸伫咧海山捕录影，就讲风影正大，赶紧离开。晚上就过来露营了。对啊。我就突然早上发现风浪比较大，我们赶快收这样。对，天啊浪变大这样。因为这都是满楼的情形，长影一直拍海山捕，有抢影的业者的设备拢被水冲走，业者赶紧收手嘞，以免造成危险。宜兰已经宣布在海应变立即开设。海华线、湾海拢列做禁戒区，因那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伫咧处理到有景城休园。台东沿海的风景也愈来愈大，来过绿岛甲南水的船帮，一到就要先停航。真多游客选择就坐船转来，有个人担心受风台影响，提前3天结束旅程。有点大哦。OK 啊，有没有提前回来啊？有啊。提前多久？3天。浪况就一开始很大，然后后面就还好。感觉有台风来的感觉了哦。一点点。因为风台可能对东北部海面造成危险，海巡署也特别提醒讲，之前绿岛才发生呛水游客和海流带走的情形，
所以提醒民众爱注意风台所带来长影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副总统赖清德要去巴拉圭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总统府表示讲，副总统会伫8月12日出发18回国，计共是7日6暝，会过境美国纽约加旧金山。之前风声讲副总统争取要过境华府，也毋过美国有疑虑。咱的外交部是摆回讲，伊毋捌规划过讲要过境华府，这毋是事实。副总统赖清德将会担任总统的特使，出访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因为赖清德也是民进党2024总统参选人，过境美国特别引起注意。总统府伫咧随日公布完整的行程，将会伫8月12日出发，13过境美国纽约，14到巴拉圭，16过境旧金山，18回国，全程是7天6暗。总统蔡英文的核心幕僚，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仲安也会随行。总统这一次交付赖副总统最重要的那个任务，当然一来是那个祝贺那个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那另外当然是强化之间彼此的这些邦谊。因为之前有传讲赖清德争取过境华府，引起美国的疑虑，甚至被要求伫咧美国的行程莫公开。掩过外交部澄清讲，消息并无正确。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将会按照舒适、方便、安全、尊严的原则办理。我们跟美方协调过境的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没有包括到华府或维吉尼亚或阿灵顿。我可以跟各位证实是不确实的。因也对中国的反弹有大类讲，过境的规划已经做过几多年啊，也无应该是造成其他人的无欢喜，或者是对家亲彼此冲突的借口。这嘛是由美国议员致函给副总统贺锦丽，希望伊会当甲赖清德见面。是毋是有相关的安排？外交部无正面回应，只敢讲行程抑搁伫咧规划，会伫适当的时间对我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下晡会对日本回国，早起伊阁去参观甲近代中国史有关系松本楼。昨侯友宜嘛接受日本媒体访问，侯友宜是表示讲，伊会遵照前总统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的路线，帮国当重回国民党执政的时阵，良化稳定的状况。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咧东京松本楼和小班文乃做伙翕相。其实小班文乃都是当初时出钱出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梅屋总结的后代子孙，所以侯友宜也专工来甲伊拜访。不过伫这个过程中间，也出现一件心塞的代志。希望我们能早日去台湾旅游。伫咧日本读册的中国学生特别来表达支持，侯友宜嘛甲伊鼓励，两岸的关系受到各界关心。朝日新闻专访侯友宜的时，也特别问到敢会参与中国所讲的民主协商。现阶段两岸要先开始反俄冲突先做起，所以如果现阶段提怎么样一个民主、怎么样一个协商的一个倡议，事实上是现阶段是不可行的。其实侯友宜来松本楼进前，今日早起是先甲这个进前，因为较近无见面到的这个立法院的会长古乌龟斯来做伙食早顿，也有其他国会议员嘛有做伙，因拢有讲到这个日本的议员这边会来支持台湾加入到亲像这个 WHO 这个国际组织。日本的行程特别结束了，侯友宜嘛讲到，这座行程对台日关系的深化非常有帮助。跟日本好朋友们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我们会继续台日关系深化下去。人在日本的时，台湾拄好等着洪台要来，侯友宜出于暗时特别穿红色的夹，伫咧线顶参与新北市府的防灾会议。侯友宜强调，伊拢有在掌握洪台的消息，这嘛考验伊应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打结束，位伫桃园龙潭的陆军航特指挥部，互传出讲有现役甲退役的军官涉嫌泄露重大的国防秘密，和中共的国安单位。昨日高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航特部，约谈一个姓谢的中校，甲中人顶来人到案。这个姓谢的中校，互法院裁定羁押。另外一个退役的少校，是以60万块交保。
军营外口戒备真严，或者首都甲北部防卫员公司陆军进行有龙城部队之称的航空陆空一路，传出现役甲退役军官涉嫌泄露重大国防秘密给中国。国检署指挥调查局搜查，现退役军官甲相关人士6个人，其中姓谢中校甲接头姓谢11人，因为情节重大，事后以涉犯刑法外犯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面对中共对我的渗透吸收，国军近年持衡地强化反情报教育，提升官兵的安全警觉，同时严密各项保密作业，妥采损害管控作为，链接国安，采取联防措施。另外一个多位航铁部退伍的少校军官，因为情节较轻，检方事后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60万交保。国防部表示，各国安单位接到检举，共同实施反情报调查，掌握具体违法事件，函请司法机关侦办。国防部应该要加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而且要让我们现役的人员要提高警觉，然后要认清楚敌我方面的这个意识啊。针对军官涉嫌和中国吸收、试探情报，也是陆军退役少将的胡瑞洲表示，陆空一路是陆军北部防卫主力。这案件在军事顶悬，显示中国已完积极准备，无排除会对台湾发动武力统一。作战部署、武器装备提升状况、加外军合作的进展，拢是中国希望积极掌握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电商平台 PC 行伫新北市南口的仓库昨暗火烧，将近2000平的仓库拢烧掉哦。加再是无人受伤，起火的原因搁调查。PC 行指出讲，仓库大部分拢是囤卫生纸，所以对营运无啥影响。新北市的环保局可能会建议控污法来做处罚。伫咧暗暝中火势正大，也一直清烟出来。消防队派超过200人牵水线拍火。碰到这种事情，这场大火是发生伫咧新北市南口著名的电商 PC 行所承租的仓库，随暗7点外无预警的导火，连附近的汽车行也受影响。等到事发现场，仓库已经规个烧了了，现场还阁闻到正臭的味。大烧的面积要到2000平，现场有一寡残火还阁伫咧烧，消防人员继续伫咧戒备。污染是一定有，因为这属于深层火灾哈，所以这个因为没有开发状况下，水线没办法延伸进去，所以可能多少会有污染的状况。那我们还是人员会在这边做持续的警戒。请问里面有放电池跟卫生纸吗？还有放其他容易燃烧的东西吗？PC 行也派人到现场，正低调无回应。这个人发重要信息讲。代志发生迄当阵，无工作人员伫咧内面，仓库内面藏的废品大部分拢是卫生纸，出货金额只敢占营收的0.6%，对营运无重大影响。那他昨天在燃烧的过程确实是有粒状物的，只是因为昨天的扩散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空瓶的感测器监测看起来是没有异常的变化。配调人员伫咧催离也到现场勘查采证，是有人放火疏失，或者是有意外，也该查。因那新北市环保局讲，虽然空气评估检测无异常，不过伫咧导火原因调查出来进前，将会检视是毋是违反空污法，相关会当罚2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所属的病院发生一起受污洗的弊案，媒体报道指出讲，检调接到检记录调查嘛，发现讲有一个电脑业者10档来污洗3间病院，来采购人员甲主管摕到几啊千万的标案。检调发动搜索约谈，业者嘛坦承犯案。台南嘉义有破主3间玻璃病院有员工个抢伤。倒空哦！台南病院的声明是指出讲，案件是病院内部资讯周边的设备等采购案，有4个人涉案。去年的9月，检方已经调查结束，涉案的人员病院嘛记过一解，调离现职。病院嘛依照政府采购法来公告不良的厂商，嘛向厂商来要求赔偿。病院是表示讲，因会来配合司法的调查。再来看，之前新北市邦桥树立幼儿园传出饲囡仔药案的事件，嘛，互苯巴比妥甲氯二氮平药物的管制受到关心。小署进行预告，这2款的药啊，要来纳入第4级管制药品的管理。第预告记录有接到真侪意见，小署是表示讲，因目前还未决定讲什么时阵要实施，也毋过哦，会有一段时间，互大家来做准备。新北幼儿园饲药案件，侦结无起诉。
不过这件代志引起国人对苯巴比妥类镇定剂药物的注意。食药署伫咧最近有告，要甲苯巴比妥加氯尔氮平复方药剂纳做第4级的管制药品管理。伫咧有告期间，也接到真侪正反的意见。重开奖的部分，它有一个正面的意见，还有657个反面意见及95个其他意见，有7个公共协会跟1个制药公司，反面的意见大概5个啦，其他意见有3个。食药署讲，这回主要是考虑到民众用药的安全，并且参考世界各国管理的方式，像伫咧英国、加拿大、日本、纽西兰、澳洲等国家，也有联合国，并无甲苯巴比妥加氯尔氮平这2种复方药排除管理。虽然复方的成分的含量比单方较低，不过若用多了也是用掉的。地主基层医疗协会认为，包括胃肠科、家医科对这款复方药剂的需求量正大。若管了只有一粒药无登记，就被罚几60万，恐吓予医生唔敢用，影响民众的用药权。好，你说微量吃多了也是毒，就问食药署啊。那市面上那一大堆的那个感冒糖浆里面还有麻醉管制药品的感冒糖浆，为什么不管制？那里面还有鸦片呢，还有 codeine 呢。对各界这么多意见，食药署讲实施的时间也未确定，不过公告加实施的时间中，会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最近抓到一个诈骗集团以各自外劳做理由来骗民众，为着要比警方的追查，因透过各种无同的管道来向民众提钱，互警方办案抓人是真困难。也毋过经过长期的调查，警方已经抓到25个嫌犯，因诈骗的金额嘛超过3000万。警方也像警戒破门入去这栋大楼内底，把诈骗集团主嫌姓丁的查甫人抓起来。去年5月，警方接到民众报案，讲有诈骗集团假做检警，骗民众讲伊的雇主漏泄出去，涉嫌洗钱犯罪，叫受害者去领钱，甲现金骗走。警方办过抽查，那嫌犯为着要闪欺诈，分工正有路，分做8个部分，其中包括无同阶段拢有车手，阁有干部甲负责送钱的共犯，落尾才甲诈骗的侥幸钱交予人伫心地的姓丁的主嫌。诈骗集团刻意筑起7道的防火墙，让警方无法追溯契货到幕后的金主跟首脑。那纵使契货第一层的车手，他还是可以取代，可以继续运作。警方表示，集团透过真侪交通方式，包括高铁甲大众运输，干扰警方追查。即届抓到诈骗集团，包括主嫌拢总25个人，目前清查有15个受害者，拢总骗超过3000万。诈骗集团在电话中跟被害人谎称说，你的个资外泄，你涉及的洗钱犯罪，必须要交出你的账户提款卡，让我们来清查资金流向。警方以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甲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上班。警方认为恶行重大，已经甲主嫌等5个人拢收押。另外，嘛当咧追查，看敢有更较侪受害者。记者林建生、王永涛台中报道。比如一只货船天狮轮伫顶个月2日，伫高雄港的外海沉船，有600个空的货柜拢浮伫海面上沉船的附近有漏油，海委会、海保署、有港务公司伫风台天嘛继续的清漏油、有货柜。有消息指出讲，这只货船对中国的大连要出海的时，都有淡薄进水咯。高雄地检署伫顶个月28嘛已经展开调查，也毋过针对案件上新的进度，今仔早起是表示讲无方便说明。专业的清油船为了海洋河出动，要清掉天狮轮所流出的污油，为了减少环境的损害，这只清油船除了风台期间是逐工拢出动，不过接续要来卡入风台，嘛可能拖慢污油的进度。海委会甲海保署嘛继续在空中监控。今天我们的麦寮海洋号出发的时候，到现场的时候回报说，整个那个海气象条件风浪会比较大一点。我们8月1号呢，我们总共出动了10艘船，64人，然后清了257.8海里。天狮轮对顶个月2日沉去了，问题也未解决。有消息指出，天狮轮对中国大连出港的时，船就已经入水，过去再回归了，入水状况变甲愈严重，是哪走哪沉，一直走到高雄外海时沉去，都未赴去香港修理。
嘛有咧传讲天赛轮要要先挖港修补，意思是交涉养鹅，才错失机会。另外，船沉去了，才货柜铺海，甲汉光演习的时间接近，恐惊害着国安的阴谋论。高雄地检顶个月28分来调查，早时向问到这案的时，有关是真假调。陈东在30号之前就要完成改善，结果我们在7月31号的时候去现场稽查，用空拍机的方式去稽查，没有依照相关的一个污染防治措施去做防堵。检方回应暂时无多说明，不过海保署已经对船头家连续开发，第一届罚30万限期改善，对方煞无伫期限内底完成，搁再罚60万。因为港务公司是表示，除了风流亲友以外，卖甲相关单位研究，甲天赛轮的残油抽走。记者综合报道。技术工会等团体今仔去劳动部抗议因要求劳动部应该爱针对各级的航空公司请外籍技师，影响到本国技师的就业权，有可能会危害到飞安来进行调查。长荣航空违法中介，劳动部应依法开罚。包括技术工会等等的团体去劳动部外口抗议，要求劳动部针对国际航空公司禁用无特定机型资格的外籍技师的情形，爱进行处理。还佫指控有国际航空公司的外籍技师伫外站就出达有加0.23。航空公司煞无照标准流程，随改度伊的职务，要是可以继续执勤一段时间。这个驾驶员测得到了高达0.23的这样的一个酒测值。那其实依照公司的这个 SOP 还有相关的规定，其实当下应该是要直接免除任务的，然后进行后续的调查。政府对酒驾零容忍的时候，为什么一个有关天空飞的一些机师这么重大的一个机师，他们有关300-400人的生命的时候，可以允许让他时间一直重复，一直 debate。工会也佫指控讲，国际航空也佫透过无做中人资格的公司，请无合理的外籍技师，明显违法。唔但严重影响本国籍技师的就业权，甚至可能会影响飞安。针对违法事实的部分呢，劳动部会在接获相关的委托情形，然后跟实际上他从事的相关的业务范围，我们来进行调查跟厘清之后，会尽速开罚。劳动部的代表接受工会陈情，伊强调讲，针对外籍技师违法聘用，也佫有找违法中人的部分，调查若是属实，一定会照就业服务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甲观光业者合作，甲华人火车头的后站大厅规划做全台湾头一间的火车贵宾室。另外，嘛伫前站内设脚踏车的补给站，咱做伙来看卖。华人火车头后站的大厅，原本无咧用的空间，即马变做哪像是高级的咖啡厅。宽阔的空间，金属设计的设计，现场提供各种的食食。你可以行过，就是机场 VIP 休困室。不过其实这是代替头一个礼宾候车室。这个应该是在台湾铁道史上的一个创新跟创举。这些行为，我想台铁都希望我们跟国际接轨，所以把轨道经济跟现在全球在讲 ESG 的这件事情，低碳旅游是一个全球风潮，而最低碳的运具就是铁道。另外，前站出口嘛有设置自行车补给站，会当租铁马、甲电扶车等等，也有洗分水的设备。甲行李托运直接送饭店等等多元的服务，互观光更加利便。这两个设施或者是服务呢，其实象征着我们对于东部我们观光旅游一个全新的开始那包括我们对于服务品质的提升，各项软硬体提供的一个程度。业者强调讲，除了乌日、南港、左营、甲枋寮各站会打造礼宾候车室，也拿自行车补给站会伫全台湾13个车头来设置。应该是会蛮方便的。只有周休2日，我想要去哪里骑车，带我的车其实不方便。对啊，那如果说到站这边有的租借的话，这个会比较方便。不过嘛，提醒民众，礼宾候车室目前敢若提供互代替的会员。或者是 EMU 3000型天分坐乘的乘客，也有特约的客户，卖当现场加入代替的会员，来当随使用相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今仔正式推出包租代管4.0的政策，互提供恁家厝出租的厝主会当有房屋税、地价税、甲租金所得税减税。嘛要鼓励老大人甲家己住无电梯的厝租出去，搬到公家主体、跨县市卖当。内政部嘛指出讲，到今年6月，包租代管已经有7万外户，未来的3档望讲会当再来增加8万户。
我搬起来有电梯的大楼吼，这社会住宅住大哦，哇，舒适的咧。在国民阿嬷今嘛也叫陈淑芳来宣传，因为政府伫咧啥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的政策，鼓励厝头家甲无用的厝摕出来做社会主体。这么4.0的版本更加放令许多人用家己的徛家来换社会主体，而且会当跨管区换。现在台湾有很多老旧的房子，我们的长辈居住在没有电梯，可能是4层楼的这种公寓，爬上爬下非常不方便，而且也容易产生危险。那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社会的需求、长者的一个照顾，跟我们的社会住宅的一个政策。包租代管的这个政策，把它结合起来。内政部讲，包租代管4.0延续进前的计划，提供房屋税、地价税、租金所得税3税减免，还有公证费、修理费、房屋保险费的3费补助，以及3年免费租赁管理服务。一直到今年6月，总户数已经到73000多户。这么也目标是未来3年各增加8万户。我们直接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已经接近了8万户哈，那预计今年年底呢可以达到9万5千户。那我们包租代管的这样的户数6万8千户，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达到了16万3千户。那我们8年20万户的目标呢，就一定可以达成。政府强调，包租代管除了是创立公共平台以外，也希望会当解决厝头家甲厝卡之间的纠纷，还有无信任，互厝卡会当放心，厝头家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德县树立的移民中学哦，各等学生是拢满意。最近是有10个老师放石头路，虽然地方的教育局有来进行协调，也毋过学校是坚持讲爱这个老师离开。全校总今仔到学校的老师佮家长开记者会，因指控学校哦是违法改聘，要求应该互这个老师佮回去学校。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学生对我大喊说：“老师，你一定要回来。”然后我就说：“好，我一定要回来。”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是很惶恐不安的。新德县私立移民中学进前逼出学校向甲10个教师石头路引发争议，有教师指控学校伫6月底提出新学期的合约，煞修改聘书的内容，等于是甲因减薪水。有大约50个教师伫聘约顶头加注意见了后，想要到互校方伫7月底针对其中10个老师甲因石头路，要求老师学术研究费要打95折，代理老师的部分要打8折。有50几位的老师对于应聘的内容是有加注意见回聘的。我们了解的还有其他40几位的老师，陆陆续续可能都会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威胁。拒绝违法解聘，捍卫学生权益。律师嘛表示，学校无甲教师协商过，着家己改合约的内容已经违反正常的程序，教师的权益应该受到教师法保障。全教总嘛讲到，代志逼空了后，也是陆续有老师收到通知，要求因袂当搁改聘约，若无特别甲因石头路。全教总甲立委拢要求教育部各教师爱积极来介入处理，帮助这寡互人石头路的教师恢复因的工作权益。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又搁被起诉，审判川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特别检察官，昨宣布讲要起诉川普4项的罪名，这嘛是川普第4个月来第3届妨议刑事案件起诉。川普嘛按算讲伫初3会头一届出庭。美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在伊伫华府司法部开记者会，针对前总统川普涉嫌推翻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不法事件，起诉4项罪刑，包含赌博诈欺美国、赌博甲妨害政府法定程序、甲剥夺公民选举权利。起诉川普的诉讼有45页，当时讲到6个无写名共谋者，包含律师、司法部官员甲幕僚。The attack on our nation's capital on January 6th, 2021. Was an unprecedented assault on the seat of American democracy. As described in the indictment, it was fueled by lies. Lies by the defendant targeted at obstructing a bedrock func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 nation's process of collecting, counting, and certifying the results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起诉书指出，2020年总统大选了后，川普继续讲选举结果互人为操作，涉嫌组织国会甲选举人团认证选举结果，各煽动支持者攻占国会大楼。这是特别检察官第一摆起诉川普的不法行为。美国司法部长佫讲，这是司法史上上大规模的调查。外国媒体分析，审理这案件的女法官楚坎已经办过真济国会暴动的案件，对川普的态势真不利。She is known for being very tough on those defendants and for believing that January 6th was a disgraceful day in American democracy. And so that is not the most favorable judge in the courthouse that Trump could have drawn. 这是川普今年第三摆遭到刑事起诉。3月虹口会案，和纽约检察官起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刑事罪。6月因为涉嫌藏机密文件，和特别检察官起诉37项罪名，创下美国前总统涉及刑事官司的新纪录。虽然官司定审，川普依然继续进行指控制诉总统竞选的行程。承办的特别检察官指出，会加速起诉定数早日调查清楚川普涉及的不法行为。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社会国家年日，军方发动政变，因为年日是全球第7大提供核电生产原料油的产地，所以各国是真紧张哦。欧盟长就表示讲，欧洲核燃料的供应目前是无问题。也毋过哦，因为年日国内的民众真不满法国、西班牙甲意大利嘛先脱离侨胞。欧盟伫出一讲，那是全世界第7大油的生产国家年日，减少对欧盟油的供应，欧洲核电生产袂有立即的风险。I can confirm that there is no supply risk as such when it comes to the EU. EU utilities have sufficient inventories of natural uranium to mitigate any short-term supply risks, and for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there are enough deposits on the world market to cover the EU needs. 油这种元素对核能发电正重要。欧洲核能机构原子联营组织讲，2022年年日供应2975吨的天然油，占欧盟供应量的25.4%，只敢排一个哈萨克加加拿大后壁。欧盟去年库存35710吨，年平均消耗量是12500吨。未来3年内将会采取多元化，包括自加拿大、澳洲加纳米比亚目前无伫咧生产的据点加新的矿层进口。年日的政变领袖查尼30日宣布，全面禁止油加黄金出口到法国。不是年日是民国的法国，15%的油的需求量拢是来自年日。占欧盟总量的1/5。法国的欧安诺公司过去40年来拢当年日油的开采。伫政变了后，欧安诺发声明讲，业务继续对局势监控，维护员工的安全是首要目标。另外，年日政变了后发生反法国示威，法国宣布撤侨，意大利、西班牙也准备接走本国甲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澳洲的大宝塔，伫初二宣布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来做评委的名单。也毋过，马航警告讲，因为海洋暖化甲污染是受到严重的威胁。这年来受污染甲气候变迁的影响，海水变暖化，河川河白化。工业、农业甲都市的水有更较侪污染物进入酸河海域，抑个海化开发甲过度掠鱼，拢威胁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澳洲大宝塔。毋过，初二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当中，伊幸运倒过列入评委名单当中部分科学家感觉真惊奇。It has not been listed as endangered as of yet. It's been delayed. The important, urgent conversation is regarding the severe threat that the Great Barrier Reef faces from acceler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at this number one threat will remain if we don't double down on our efforts to reduce emissions this decade. 联合国专家小组注意也肯定澳洲政府为保育大宝塔做出的承诺甲行动。随上伫去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证会酸河白化严重，伊个列入评委名单。The draft decision cites, to quote the decision, significant progress being made on climate change, water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fishing, all putting the reef on a stronger and more sustainable path.
这决定亲像老下查看，因为委员会议员警告，澳洲大宝岛生态系统也是在污染甲海洋暖化严重威胁当中。大宝岛长2300公里，面积将近3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上大的珊瑚岛生态系统。过去这几年，澳洲政府一直游说，希望这个河为澳洲经济贡献差不多60亿澳币，相当台币1255亿，支持大半4千工作的珊瑚岛唔通直接并归名单，因为若失去世界文化遗产地位，就可能让游客对伊兴趣降低。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过来消息来看，中华梨林的柳子高农地重划案，今仔公所搁再开说明会，有将近100个地主参加哦。反对的地主是批评政府乌想作业，也毋过公所是强调讲，已经有7成的地主拢已经签同意书了，目前嘛已经在规划会继续来推动。赞成甲反对的民众原做伙，一人一句拢无爱让。中华关梨林柳仔高农地中划案，公所初日透早伫保安宫举办说明会，几若位地主先就会议的地点起冲突，这已经原始当半的农地中划案高达争议不断。有地主唔愿加入中划，认为政府硬要冲农地。首先就是我的耕种面积变小，然后我的收成就会变少，然后土地他们一直在讲说会升值。可是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那个地是要种，我不是要卖。不过赞成中划地主讲，有一寡农地无农路，机器出入无方便，佮加上无排水的设施，常常淹水，建议政府加速中划时长。咱的芳田基要去甲咱的田呢，大部分的人嘛是要照人的田行过，没有排水，敢若大沟的水淹入来，唔咱的水排袂出去，甲这个水路规划出来，咱就免去靠运气。为什么咱无来推动这个物件？柳仔高农地中划总面积有98公顷，牵涉到370位地主。针对反对派批评官方乌想作业，伫议员调查时企图拐骗农民。梨林镇公所表示，有7成的地主拢签同意书，而且是当地民众反映有需求，官方只是徛伫协助办理的平台角色。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的，因为一个土地的完整性，你不可能因为说他不要，然后每个人都一直抽掉的话，你这个没有办法做一个整块这个农路水路一个规划的话，也不会达到说农地重划的他当初他立法宗旨的一个美意啦。这场说明会吵未煞，不过镇公所强调，了解农地中划案尊重多数决，目前已经进入升级的规划阶段，会按照流程推动，未来嘛向民众说明工程状况，一切公开透明。记者综合报道。森林未了6起哦，常常发生化学品外漏的事故。为了监测污染哦，森林馆成立环境监测甲应变中心，今仔挂牌，嘛甲森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发一套毒化物扩散模拟的系统，望讲当来监测污染的扩散，减少灾害。被调3厂虚轻3厂模拟毒化物发生泄漏，事故专业小组成员赶紧去峰尾收集判断，而且连线附近的国小办公室，还有社区民众赶紧进行防护。为了要强化6轻工业区发生公安事故应变，伫北寮3成林务所成立森林馆环境监测及应变中心。未来6轻如果发生事故的话，那我们会启动这些模拟，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扩散的一个情形。那扩散的情形，那如果是扩到厂区之外的话，那需要配合所谓的疏散或者是就地掩蔽的部分那我们就会请我们相关就会启动应变的部分那请县府相关单位进驻森林馆环保局表示，环境监测及应变中心成立，对未来发生毒化灾害时阵，会当随时监测这污染团块，甲进行应对。希望中央会当搁再加支持，增加相关软硬体设施，和防灾救灾体系有智慧化管理。未来在整体的这个属于6000麦寮厂区所有的这些公共安全的问题，都会在这边呈现。那我们结合民间有很多除了业者这边，那我讲那个独占应变队也是进驻在这边。森林县政府表示，森林有全国上界大的石化产业园区，园区的毒性化学物质运作量有到全国的59%。透过毒性化学物质泄漏灾害演习，互相关单位提升救灾能力，也当教育员工附近居民安怎自我应变保护家己，也通好降低事故发生的财损。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2025年台湾甲纽西兰签署的经济合作协定，特别正式实施。到时阵哦，纽西兰的牛奶进口台湾就唔免关税。早起国内饲年牛的团体就呼吁政府爱提出配套。有协会嘛要求政府供应该爱参考各级的标示，嘛要求牛奶哦，就爱标示有使用偌济比例国产的牛奶，提供消费者未来会当做选择。咱国内饲12万只年牛，数量甲20外吨前差不多，一年的产量煞会当为33万吨牛奶提悬到46万吨。不过，说落来，2025年纽西兰的牛奶要零关税进口，本土的牛奶恐惊会受到冲击。农民表示，这不是要求减产就会当解决的困境。这些设备呢，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摊提的，大家的这个财产呢，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农民希望会当比较进口来克多巴胺的猪肉迄时，成立100亿饲猪产业基金的模式，辅导转型。更加希望会当修改牛奶的标示，因为目前敢若分上温甲冷藏，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度掌握买到的是本土的牛奶，也是进口的产品。那比较卖场咧卖冷藏牛奶，会当保存70外天，本土的牛奶敢若会当放14天。虽然拢是牛奶，不过实际上是差真大。所以农民希望政府会当要求业者照实来标示使用的本土牛奶的比例。这就是法规名称所造成的一个不公平竞争。举例来说，像果汁就会有标示它的果汁含量嘛，那台湾的生乳含量其实是没有一定要被标示出来。学者指出，本土甲进口的牛奶，因为加热杀菌的时间甲温度无同，营养嘛差真多。用比较接近保久奶的方式去加工，跟我们国产的鲜奶，它是用比较低的温度。希望不要去破坏在牛奶里面很多有营养价值的这些营养分。针对这件代志，当升级的农业部表示，也该甲牛奶的厂商来沟通。关键点在乳厂，关键点在法规吧？我们怎么要求乳厂怎么做才对啊？是没错。农民呼吁政府要赶紧提出因应的配套措施，若无时到开放免关税牛奶进口了后，成本计数愈低产品会冲击到在地牛奶甲产业。恐惊未来甘那村会当放较久，不过营养成分较少的进口牛奶通好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谣经典的作品《望春风》哦，已经有90档的历史了。最近台湾历史博物馆是以《望春风》做主题来办特展，展出80种不同版本的《望春风》，要来了解台湾流行音乐演变史。因老歌手孙顺文下甲记录下的相片，结合现代 AI 技术，彰显一代歌王歌后演奏望春风过去唱歌迷人的形影，互人听甲耳仔啪啪真少年。台湾经典民谣《望春风》对1933年传唱到今90档，随着时代演变，有真侪人改编甲演唱过。这届台湾历史博物馆以望春风做主题，俾互民众会使听到台湾历史老名的这首歌。强烈的印象是，每次从美国要搭飞机回来的时候，一上某家航空公司，就听到那个伴奏的音乐。原本只是一条足旧的歌，也毋过会使有足侪无共款的风格，足特别的。由音乐人陈武贤甲李林秋创作的《望春风》，歌词写着男女感情甲世间的愿望。家家户户拢听过，嘛晓唱，所以互可测是地下国歌。展览中除了展示当年创作的手稿，甚至收集80种望春风录音的版本，去检测互动装置。官方表示，这首歌代表着近代台湾结合文化史。利用一首歌的不同的时期的变化，来看一首歌在不同时期，它配合它的流行音乐的改变，还有时代需求的改变，究竟有哪些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一首歌去看到台湾社会的一个变化。这个展览到11月12日，民众会使用听甲感受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变化，甲观察无共翻唱版本的意境变化。官方讲，望这首优雅的经典民谣，会使世世代代流传落去。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国立台湾博物馆伫迄段嘛办8场的台语夏令营，用全台语的方式带国校的学生啊来观察生物，嘛来认识咱台湾生物的多样性。野地超风，野地超风，这是什么代志？野地超风这飞，跟我前侧这下野地超风飞。囡仔抢要回答，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做伙美小吹自然的上好的台语夏令营。
老师讲，即摆主题是了解生物的多元性，希望囡仔用台语来认捌即寡生物，也希望互囡仔知影台湾的生物是偌珍贵。透过20张的迄个生物的图卡佫包括讲，互囡仔去了解讲生物的伊的特性。吼，佫有咱头拄有看到迄个生存的环境，也佫有伊的迄个生物的行为，安尼规个拢是用100%的迄个台语来教学，希望讲囡仔会当上课以后会当来保护遮个生物，为伊的生活内底做起。学生对即摆学习的内容也感觉真深刻，甚至用学到的词，毋干那做句尔，有的佫会晓讲一段故事。你上介意倒一个动物？哪里的草坡顶悬乌一个空入去大着。我有看过一寡影片啊，以后伊就是哪里的空去互怪兽甲破坏去，结果哪里就去乌掉啊。囡仔倒一个部分你感觉上趣味？咱足趣味的。迄段时期，各地拢有营队用母语来认捌台湾的生物，对囡仔来讲，若算若学，增加台语的能力，也通更较熟悉这片土地。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为民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